本集节目是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甲阿德来开讲 Podcast 频道共同制作。节目内容会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 YouTube 和 Podcast 节目艺文相传、义卖相传，以及阿德来开讲 Podcast 频道共同播出。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为故事送来开讲。大家好，咱又回来到现场。今日咱的来宾是阿吉兄孙英辉。感恩，谢谢大家好。啊，还有咱拄则顶半集吼，伊伫也无机会好好开嘴，因为阿吉兄想要讲的一个听小丸的，咱的要哪甲你称呼较好？一般大家拢甲你叫。一般拢叫小圆啦，小圆啦，就是小丸嘛，赶快的时候，赶快啦，还有小丸，嘛，甲大家个小姐妹一下好不好？大家好，大家好。咱顶半集其实讲足济阿吉兄的过去的这经历啊，包含讲你的时代啦吼，啊，有你一路过来吼，你到底甲什么物件吸收入来，变成你后来做歌戏的这养分啊，吼，所以有法度做出甲人无共款的物件嘛。但你拄其实有小可提起过，讲其实细汉的时阵学戏本身是真辛苦的一件代志，对无？讲较早阿公是教你爱练这个拳头功夫，另外北京戏的时阵，阿爸嘛有做一寡要求，比如讲你早起爱创啥？透早起来就是空电啦、电卡啊，是啊，别人是拢15分、15分。我是爱1点钟啊，一项都爱1点钟嘛。系啊，我嘛迄当阵嘛想无够哦，大家哪遐轻松啊？我是安那加人45分啊。啊，你敢无问过？我毋敢问啊，你都毋敢问就对啊。迄当阵啊，我甲阮老爸讲真少啊，讲话吼一工讲2句尔。因为阮老爸爱啉烧酒嘛，去灌烧酒。这句啊，去啊摕1箍互你。啊！你去啊，就用大，是大酒。较早是安尼用1箍，啊，下底加一个讲啊，啊，你1箍就是1后，啊，就打断。是。阮老爸一工拄啊食2摆。啊，一工爱2摆。2箍。所以2句话是安尼来的。啊，就摕转来，伊就讲放着2句。剩的毋捌加讲哦。所以阿爸对你来讲是最有威严的一个人。我老爸是一个真故意的人。真故意，安怎讲故意？伊吼在台底下真合理甲人讲笑。你讲连甲在其他演员同事嘛是？是，伊甲其他的同事吼，甲伊讲事，伊才有讲；无讲事，伊嘛毋捌甲人开讲。无讲伫交陪半烂安尼。伊袂晓，阮老爸袂晓甲人交陪半烂，伊敢若做戏认真尔。像阮咧练的过程啊，伊嘛讲要上台进前5分钟，你爱徛等。你要出台的所在，家己安尼考虑思想。是你出去要安怎表演？像阮老咧编，伊就讲你要编几个到什么所在，你家己找好势，家己记号清楚。你袂用出差错，因为阮看足济哦，阮3兄少年家啊，烧酒啉的表演啊，少年有当时啊，力出过风，变起来戆。是，伊嘛是有啉烧酒啊，就栽落啊。我拢当边啊，拢看会着。我嘛讲，那袂变，伊变上去都足好个啊，就变起来，翘起来，做戆个。是，戆个就倒头栽。但是阮老爸伊啉烧酒哦，一律毋捌出差错。所以伊上台进前嘛是会啉酒。伊上台就无啉啊。是，上台当然无啉，无啉台顶啉酒。伊就是下场以后，是咧休困，食饭才有啉。已经结束算戏啊。对，伊有站伫个，伊若啉烧酒啉了，伊就爱去困一下。伊无像别人，我感觉伫讲酒话一大堆。我老爸啉烧酒，伊就拢无爱讲话，伊就困啦。困起来，伊就有精神啦。但是我咧听起来，真正甲伊平常时无讲着什么话咧。无啦，爸囝拢。伊要安怎甲你训练？伊敢若练功夫较济话，你这安怎变手，安怎刺骹，安怎夹，安怎抬头，伊敢若会甲你教功夫，会甲你讲话尔。你咩事？你敢若讲公事呢？我都讲私底下都没有安慰的，都没有安慰了就去拿酒，对不对？放着
安尼2句尔，阮爸仔囝话足少的俩，真无交流就对啊。无交流。毋过我看你打甲囡仔，其实互动果真无共款啊。啊，因为着我这代哦，我会感觉我放较轻松咧，因为爸仔囝甲某仔囝拢是相款，大家爱互相尊重就好啊。是，有啥物话讲出来，有啥物不满，有啥物好诶，啊，你就讲出来无要紧。啊，这就是安尼啊。我食啊，即马8岁啊，你吼实在有影脑筋有较充足啊。你是咧头壳有影转势了有够紧啊！讲实在，以你诶岁，可能比真侪少年人转势了够较紧，而且行足紧诶吼。定讲啊，甲你开讲，可能有当时你会愈行愈远去啊，但是迄就是头壳转势足紧诶人，特别会有即个情形，就是因为人讲家己已经想甲杂去啊，吼，已经想足远去，头一步一步已经去啊。这可能甲你过去诶经验嘛有真大诶关系啦，因为你毋是靠字嘛，字安那写安那读，但是你需要真侪家己诶变巧。后来除了甲阿爸这边学戏哩以外，武打演员这块敢无对上学？有啊，较早什么看咧顶顶楼有一个啊做福州班诶前辈洪生，伊嘛是武戏专家，啊伊嘛甲我讲真济。伊要安那甲你教，就是用讲诶尔。伊就是用讲，只要伊若讲，我就法度通来。伊就甲伊斗点住，你这若要较悬诶吼，你用当手指头骹，手莫放紧，因为因所有诶咧练诶物件，都手一直、骹一直，这种正常诶无毋对。但是你若要喊较悬诶，你手直、骹直，蹦蹦。是。你敢若照迄个方式尔，你无法度通过更高一层楼。伊就讲。你手放较软个啊，啊你骹壳是相关直个啊，你手提落了，你骹要落地，手拄啊同齐塞起来，你才有迄个空间慢起来，是，安尼才有法度较悬，才有迄个势就对啊。甲你教这个人，敢袂讲嘛会歹啊？是因为我拄仔听你讲，我感觉大家拢真温和安尼，人拢真好安尼。袂遐老师袂，伊袂歹，阮老爸就会歹。阮老爸较对我较严肃，就是讲我本来拢去当去读册啊，我只要搁走转啊，是，我都无爱读嘛，我认为太无聊，坐踮遐干那伫写字啊，啊，拢伫剧团习惯性走来走去，变来变去安尼，啊去遐自我坐点点安尼，啊，挡袂掉。啊，人来做功课，我其实我功课拢有做，但是都凊彩干那画符啊，凊彩我都写好啊，啊，我都要算我的安尼。是，连咪挡壁啦，连咪踮遐拗骹啦，连咪踮变来变去。阮外妈就讲：你这囡仔是安那？你是有读册也无读册？啊，叫你写功课哪？啊，你有写哪无写？啊，你到底是有啊无？其实我拢照抄。老师写伫黑板的，我拢写好啊。但是无甲记起来就对啊。无记起来。嘿。啊，因为迄款的物件哦，对我来讲，我变习惯性较无爱，我无爱读册。啊，阮老爸若讲练功夫创啥，哦，我足骨力。就是足辛苦，你嘛甘愿？我练落了，才知影忝。你是戆胆的对吧？是头下囡仔毋知影艰苦，是。啊，就讲。哦，特别练武，阮老爸讲好，你毋认真读册，我就互你练一个上好。练物件嘛相款，你要读册嘛是爱读甲上好，练物件嘛是爱练甲上好，无你就莫练。我也讲好，我要练上好，开始就跌啊。别人15分，我1点钟。哦，是安尼来诶，你1点钟就是安尼来。1点钟就是对遐好跌出来。啊，别人顶骹已经10分就咧带，是，我爱带到1点钟。迄嘛，安尼真骨力吼，啊，咱嘛忍受落，啊，要休困，要喘，你空顶上去，你要吐落来，靠咱们迄个医疗啊，是，你才咱要喘过，啊，喘到差不多啊，伊就讲好袂，上去。这阿爸会伫边啊，甲你监督个对啊。伊拢一定伫边啊。平常时拢看无人影，即个时阵拢伫你边啊。伊拢举一个伊坐踮你的边啊。叫你做啥物工课？你是当甲安尼吼，有目屎流甲无目屎安尼。我迄个病房吼，遐拢淡诶，迄有影要哭无目屎，有目屎哭甲无目屎，肝嘛是嘛，肝拢是啊。敢若现袂当讲紧休困，种看老爸无伫个啊，咱就透支摸过。头壳做拄，头壳拄咧啊，咱就较轻松啊，手咱毋免出来。是，那知影讲迄个烂啦、肝啦，拢伫咱头壳顶。老爸个翻倒转来咯，吼，我休困，你嘛休困。一看就知影了对啊。阮较早，阮老爸哦，迄种扫水机嘛，扫水机嘛降落溜背，啊，就高高天光就佫捌起来。是，迄针条砍落哦，3工，迄铃吼
抑佫咧酸痛，所以伊咧拍囡仔吼，拢较少用藤条。扫水囡仔即马10外几绑做1摆，是一摆砍落吼是50几两了。迄皮嘛是会比的。啥？阮要困拢拍诶，后壁拢配天心灵科，补2-3罐。是啊，你无法度倒啊！所以阿伯想要拍的时阵，就是会拍就对啊。若是伫训练无乖，伊就会拍。你若出差错，10个走袂去，你10个都是内面那100几两，啊，伊咧拍吼，咱像讲有准则，对脚趾片开始，甲即个骹度，伊头前无甲你震动，头壳无甲你震动，拍落佫袂使扣哦。10个就是已经后壁就是花巴里了啊！是，阮老爸甲我拍咧底足紧诶，底拍起来了，你变吼速度拢足紧。是，我到尾也才体会讲，老爸有影为我设想。可能嘛是因为即款的训练，所以你有迄个功底，今日你要去做电影武打演员的时阵，你就真紧都进入迄个世界安尼。因为你进到电影吼，在剧团里面吼，啥物18般兵器都拢算过。是。啊，所以讲去电影馆比较简单，这就是讲迄个底若拍有起来，你拍电影吼，其实咯是一个美感了。是，小婉，你替你写迄本册的时阵，你因为是透过你所讲的内容来写的嘛。是以你的角度来写，不过我感觉伊内底做出一个功课是有真侪你伫拍电影迄个时期的研究甲调查，包毋讲可能咱无可能会跟你讲哦，我打一出电影，打一年拍的吼，打一年安那，即幼路的代志，甚至讲每一个演员安那内底其实拢有记录着。我看你另外可能还佫做真侪功课去比对，你伫做就是关系即个见遐即个电影人生即块时阵，你敢有什么感想讲哦？伊伫咧迄个时段参加着即个电影产业了后，你有看到迄个时期的迄个电影是什么款的无？我以前毋知影台湾有拍过遮尔济军大片，甲武侠片。迄当阵老师因讲拍一部3个半月，是所以老师迄当阵电影的量真大，是，这是即摆无法度去想象的。佫有就是因为迄当阵迄武侠片是香港来的，是。因为咱较早就是讲台湾的公司、线公司较济，邵氏是大公司，小公司拍了交代，邵氏是发行。伊变发行商就对啊。嘿啊，香港消息伊是发行商，但是咱虽然可能有较中小型的企业安尼，甲因做合作就对啊。应该讲我咧看一寡电影的研究的时阵，我感觉即摆的重点较放文艺是甲迄什么健康，毋是健康，迄健康写实片。啥是健康写实片？什么意思？譬如讲，你讲迄当时的时件的电影类型啊，对啊。应该讲，咱即摆的研究，是，伊咧讲即摆甲以前迄个武侠片啊、刀剑片啊。应该讲，即摆做研究的人，较无去看到以前迄武侠片的这个时代。是。不过其实迄个量真大。所以讲，伫咧电影研究这方面，大家较注重可能是文艺片、剧情片，或者你怎讲的啥健康写实这款的。但是颠倒过去有一个真辉煌、真请影的时代，是武侠片啦、剑功片这款类型，其实是真侪演员，包含像加像是用这个本地是歌戏啦、北京戏这演员的这个功底入来到这个领域去继续拍拼。这个时间的电影研究其实较无遐济，而且迄个时代台湾会当有这个能力去拍出遐济军大片，我感觉是甲台湾迄当阵真侪戏曲演员去加入有关系。因为讲武卡嘛，真侪武卡嘅，迄个时阵其实有进入到这个电影领域内底，对无？真侪较早吼剧团吼，因这就是讲出来趁外劳啊。是。所以因拢伫迄个军队内面。因去排练了，还是伊就转一个卡，因就使出来外口趁食。因逐个拢有家庭嘛，所以你若靠军队里面的生活，每个月的薪金无够。所以迄个时阵的香港发行的武打片、剑功片，其实有真大一部分是靠台湾的歌戏演员经起来的，会使是安尼讲。歌戏嘛有歌戏演员。京戏甲客人戏，就是主要有武卡的这个功底会使来参加呢。迄当阵的会当做武卡的演员比即马佫较济。
对对，但确实较少啊吼，所以这部分我看这是反射未来真侪电影相关的研究会使去了解，而且变成讲你爱对传统的戏曲这部分甲过去的电影两个拢爱了解，才有法度去做这个研究，因为两个有真侪结合作伙的所在，对无？这可能这个时阵要做这款研究，都要去找阿根兄，对吧？因为你就包含讲你可能会使叫伊去做找搭一个演员过去嘛，像你安尼捌参加过啦，或者是讲伊未来后来搁去做戏，也是搁安那行向搭一道，这可能你会上了解。因为是安那来，因香港是安那来台湾拍，因为伊等香港拍一支戏。可比讲爱2000万，来咱台湾拍人甲开销，伊毋免甲2000万。伊凡是差不多800万就拍起来。偏偏一个舞卡嘛，因为薪水就700块的工作，咱台湾呢会变会食，随在你来，佫会演戏，才500块代表。你看天差一地，差偌济去啊！伊听我来台湾叫死个。是，还有村。像因遐用诶，你也看伊迄工作咱谈诶是代表，你看伊那算袂好，所以伊讲尽量来台湾拍，看买对台湾嘛有买啊，是，嘿啊，要功夫嘛有功夫，爱啥拢有啊，要少林寺嘛有少林寺，较早咱就讲中影，因若要拍大景诶，较早好野人四合院，暗时因日时是用观光，暗时是。拢拍电影诶人，有诶大景诶，有诶经小景，伊有分啊。大景诶偌济钱啊，小景诶偌济钱啊。迄当阵咱这影城变成枪头赚啊。这个有钱人赚那是安那会放袂？敢若咱台湾尔。咱过去捌做过即个香港电影大工业，对对，替人做大工迄个感觉。咱拢先做互看，有即个物件，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大家头脑足好，即个每一个行业甲文化的所在，拢先做出来，让别人要来吸收，是摕去因的国来做。咱做鸡就称做人就变嘛，咱上高变变都叫遐。无啦，所以我看有一个上大的好处是。你头壳内物件，别人摕袂走。你讲像电影，总有一天，因为人的工资咱的薪水会愈来愈悬，就像香港拄到薪水上悬的时阵，是毋是伊就刷出来？台湾嘛是共款的情形嘛。毋过你头壳内底的物件是别人摕袂走，即个物件要安怎来传承互新的人，这变成最重要。比如讲，你当初是有传承互你的囡仔，但是你当时艺术啊嘛，所以你毋若是教囡仔，你也需要教学生啊。教学生甲教囡仔佫无啥共款。我倒头前一直伫问讲，你过去比如对阿爸学，阿爸的教法是啥？可能就是拍的较济啦。对啊。但是比如讲你伫武打演员的时期，这师傅啥是人较好吼，用看家的吼，用点对的，所以拢有无共款。你经历过无共款的教育的方式，伫咧教艺这件代志，进入到你变成即个艺术，你伫教这个艺生的时阵，你敢无感觉甲过去的即个？你伫学艺的时阵，甲即个艺生伫学的时阵，敢无啥无共款的代志？即摆囡仔伫要学艺吼，我嘛讲真欢喜讲，囡仔要进入来即个文化的所在。是，我讲安尼恁的胆量真大哦。这行毋知路安尼啊！我心肝来想讲，你敢会食？你艰苦吗？是。因为阮即款艰苦安尼过来吼，我看起来恁敢若食袂落。是。因佫欢喜甲了。即马有政府吼安排即个节目吼，阮逐个月拢有钱人领呢。我心肝想讲，毋是讲领钱领，是领你的艺术，你爱去学。天下间，阮老爸讲，无迄个白食的米，你要爱钱，你也家己去赚，无迄个白食。因即马看遮囡仔吼。大家有迄个心，咱嘛替伊真欢喜。因为阮较早是无法度厝内面爱生活，阮才来行即道。才来学艺，要来学艺，一定要学较上好。你无上好，你对人袂着。即摆有遮囡仔特别学，我嘛讲真赞成啦。真感恭喜啊！嘛是照阮老爸甲我交代。你有照安尼甲甲讲落无？毋敢讲半个。迄若讲咧，伊就走。阮较早是脚骨若了翘吼，10个走袂去，这规个拢破了了。对，当然讲阿爸甲你讲落，迄是后壁较接偏是几落百零嘛有可能。这当然囡仔应该一零你都食袂消啊。你莫讲一零啦，你敢若讲咧，我都捌拄着。人甲讲，你这安那做安那做，
出去，袂去啊！你做代车甲你讲尔，你佫哪有迄落安尼记伫遐摆？落来你甲讲尔，啊！要出代车甲你讲尔，叫你迄个安怎做安尼？目屎流了，流互你看，安尼你要安尼甲讲啦。啊，这爱做苦段。我讲啊奇怪啊，我都也连拍都无啊，啊，干那安尼甲你讲，安尼伊就心肝来站袂牢啊。我讲啊，这若佫站落，较早像阮老爸安尼，阮做毋对落台，伊徛伫迄前后台嘛，是出相啊，遐入相，嗯伊就伫出相看了后，知影你要落来啊，嗯，你拄啊落去，甲你转，伊想做错铁路你去啊，你干你做啥物？顶条想做佫砍落，咱就要去记后壁得要出去要安怎做，先去互砍过来。嘛是爱想办法，那么个演出啦。目屎个甘呢，嘛是爱照出去。你无出去，还佫较食力。啊，当个先安尼要怎创？啊，即摆只个生我诶方式，即摆囡仔袂使用骂，是，咱咧讲话较直啦，拢直直咧讲啊，无歹意诶。你单电较有力啦。啊，咱就拢直直咧讲啊，你见就跟咱咧做伊诶安尼啊。对对对。啊，就发出来，啊，咱无感觉咧，咱无感觉，咱咧大声啊，伊会感觉讲，你伤着我自卑心。遐侪人，你无顾我面子，你甲我发大声，啊，咱无感觉，啊，到尾啊，咱体会讲，哦，原来即摆囡仔袂使安尼去教法。啊，你要安怎教才教会落？啊，即摆用骗诶，用骗诶是安怎骗？啊，个古正。我想讲你讲用骗是讲本票甲签落。无毋是啊，啊用骗。你真好，你真好，但是咧，咱后壁才是重点。你这种种拢真好真好，扮相也好，安尼吼出去吼，人也欢喜安尼。但是吼，你的骹步吼，因个所在你转袂过，啊，你就是一定爱踏一步去什么所在，你才转会过，更较水。即摆拢用骗的了。我毋知你敢捌读过心理学，因为我听讲你有讲你无介意读册嘛吼。但是你当讲的这部吼是当详细件的，做三明治教学法吼，相对起就是咱食迄落胖吼内底教肉啦吼，那安尼外口先讲好诶，后壁讲你倒位啊会使搁较好，啊你也应该较好，所以再搁较好，你后壁会搁较好，这就是当你教囡仔的方法，无人甲你教你自然会晓这。我即马就是安尼教。安尼心理学迄教授拢白做啊，就对啊。我毋知啊。这就是当详细件讲教囡仔啦，教少年人时阵的教法。啊，我感觉就是讲，家己吼较曲折啦，就是讲，迄毋是安尼呢。咱用安尼骗囡仔吼，第一伊会接受无毋对，是。但是我感觉讲，伊功夫无法度练较底，我感觉。这问题最困难就是单惊死，棒惊飞咧，要安怎创？啊！你想骂也袂使，拍也袂使。啊！你用学路用补的，可能伊功底佫永远袂到遐。是安尼，我感觉我讲，我即摆咧教遐囡仔，就是讲对外口去教法。安怎讲有说外口去教法？外大的就是讲，你啥物事拢爱做。今仔日派着你做查某，你就做查某。派着你做三八的，你就做三八的。派着你做三花，你嘛爱做三花。我要甲磨练，迄个无共款的作风的戏路。啊！我即摆就讲，逐项拢互你做，互你去研究。啊！我看即个囡仔，看伊的专长伫对，互伊做到一个阶段，我才要甲调。是调啥？伊的角度就是这。你属三花，你就爱做三花。敢若当初我咧教阮查囝共款，孙子辈。是。我讲歌戏上歹做，三花反派小声小段，这上歹做。你小声抑佫袂歹哦，小声抑佫主要讲。你扮相好看，红仔头水，红仔头水，观众就感觉真好啊。嘿，有汉人啊，伊嘛本身有观众缘啊。你要做三花，做三八的，佮做反派，这三种你若反派，就是歹人嘛。你要做甲好，观众甲你反感，是触感辣椒啦，面镜。阮较早看到遐老前辈是做甲好人用面镜牵落，你的心肝遐歹，安尼做，安尼才有成功，对吧？我讲这有影将讲老前辈做到遮影响的歹人的物件，我都做到互观众安尼看甲入神。看在会赢安尼，迄个音听的个性爱出来。啊，迄落花旦爱去做甲表面的，甲你做好，但是暗中勒甲要站头的。啊，是。拢后壁迄款戏上歹做。啊，佫来做三花。是。三花就讲抽啊嘛，你一个人。你甲小生拢定人做伙嘛，小生是拢水水啊，
唱好听。你一个人爱做一寡跳快的物件、身段的物件，你一个变成爱负责全场。这个三花甲武声这两脚，你若学起来，你后摆要做话戏，拢足简单的。所以你伫教这个兴趣嘛，是叫因逐项拢爱捌，拢爱捌。问题是因其实拢还无甲迄个基础嘛，逐项拢捌了后咧，为了伫经营适合的。就爱经伊的个性，互伊逐项拢知影了后，再经这个囡仔个性属于什么款，伊的专长差不多是什么款。我咧看是安尼啦，安尼咧经人才。可比讲，即摆现做，我就现甲指导，你这个爱个性，爱做什么款形体，毋是像咱大咖讲我咧唱，哈哈，这是台上是演戏给人家看的，你唱这大咖，台底下咱两个咧讲话安尼，讲了好久，哈哈。安尼鸟，我台上不是这样，呵，愈唱愈欢喜，才有那个美感出来。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即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台上演技的方式，毋是甲大咖共款。很多年轻人哦，伊即马台语讲袂过，即马用国语甲你翻。硬翻，硬翻我听咧，有当时也嘛足怪的。你捌听呀，少爷？伊拢用国语翻到台语啊。是阮拢讲台语的关系，我一听讲你要去哪里？这是国语啊。是，你要好风前去啊。台顶的是安尼讲的语言啊。是。你要干嘛？台顶老公你要干嘛？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台词啊？我刚才学唔捌学到这样。讲国语哦。你要干嘛？台上伊讲，咱讲你头拄也是安怎？你著代志做无好势，你是要叫阮安怎处理啊？是吗？你要干嘛？伊甲你应安尼，我一时雄雄忽然间唔知要安怎讲起说，唔知要安怎应你啦。咱就讲，我不是要干嘛，我是要找你。你要听清楚，你是讲哪一国的话？我甲讲国语啊。是，我讲你要讲哪一国的话？爱唱就叫爱唱，他多讲干嘛就唔。所以来改过来啊呢？你是要创什么代志？还是要反复什么？你才对啊！你若讲雄雄甲我讲你要干嘛？我接袂落。我阮叫燕朵你了。台顶这囡仔足济啦。那问题是安尼，各种各样的学生，你都讲，爱看伊的个性、伊的专长，伊适合做什么教授来去培养嘛。但这都就需要眼光。对。你这眼光要哪培养？我们要知影讲，这个人真正是适合这。因为囡仔伫我剧团，我就一路直直看起。看伊咧做的工课。但是伊即款的是讲，一个本地就对你的团队、你的班伫演出、伫学习的，还是讲规班的迄款艺生？你目前个其实来学嘅人有两款嘛，对无？系啊，这两个敢有无共款？袂啦，普通伊遮艺生逐个拢要互查某拢要做，互伊去捌，互伊去知影讲小段是啥物款，三花是啥物款。你若做着文声是啥物款？拢爱去试验啦，到尾啊咧，我才决定讲，伊属于什么款的个性，伊咧做较自然。是所以咱会甲选角色，其他伊咧演出，我嘛是拢当边仔咧甲指导啊。我这个较杂毛仔性我若看袂使，我就马上先讲，可以讲你做音响的，做较奸诈的。是。
我讲表面上是很随和的，很嘻嘻哈哈，但是一转身的时候，就眼神动作又不一样。刚才今麦我咧跟你讲，今麦这戏就是安尼做一个眼睛。这大家看伊的人就欣赏着。伊后壁你唔知要甲创啥物步。你讲笑面好嘛？你袂使甲笑面好。对，甲咱对面咧讲话啊，我是，对，谢谢你啊，多谢今仔日我比如讲来这大家开讲我头尔，你就要做那个戏出来。是，你一定要做音响的，我到底你要逮到机会因为一讲都对你较好的一个。这是讲颠倒病的话，是后壁要甲你站一道，这都是要观众朋友看。这款艺术就是影响甲无影响的人个性。但是你安尼你教囡仔的时阵，这学生啊，敢有法度？你透过安尼解说，因有法度抓到你的意思？一半。伊差不多100分咯，然后有30分咯，我就已经拜天拜地啊。所以较早是讲，比如讲阿爸你甲你教的时阵，人15分钟，你爱做到1点钟，想尽办法甲你肉死背出来。但是你当时100分，可能30分你就爱阿弥陀佛啦。你爱用搁较济功夫来教囡仔呢？即马咧教囡仔确实是甲阮老爸完全拢无共款。阮老爸伊讲1秒。阮做10秒，阮即马是讲1点钟，伊做无10分。无人较早老先教，人迄咧有影正讲老先教，讲一台戏你出年讲要去落街挽游，就是讲你要走去踅街，去拄着一个人，甲你抢，干那甲你讲安尼尔，你爱做偌久？对啊，你上台可能叫你5分钟、10分钟，你都要继续唱咧啊。你出台就开始都是爱念四念八啊，天气晴好，满北清幽。即马佫活入啊，讲切，赶捡好势。我是姓啥？家住哪里？无这个所在，我是洋洋得里家财百万。赌场今仔日天气袂歹，准备来外面多风一下。看你是啥物角色？你若抽就是讲。我来去外面逍遥小神仙，这是较文雅。因即摆的囡仔毋是安尼啊，伊若做跳落黑白笑啊。今仔日袂歹我来去外口摄片，我较早哪有摄片嘛？较早都无摄片这2字啊。是坐家还是要来找啥物人讲话？因即摆甲你讲现代，我来去摄片，伊袂甲你讲台顶的靠背。我会感觉有一款物件囡仔你讲话标准对对。所以你袂真注重因伫咧台顶讲出来话，应该爱什么款？就是讲今日做小跳一般人认为讲小跳较会使无伫咧即个剧情气氛的限制内底，伊会使搞笑。但是你那自头至尾拢伫外口，其实都怪怪。袂使拢伫墙围外口伫说安尼，是，拢毋对啦。迄人客嘛袂感觉讲啥物笑话，因为永远拢在出戏啊，对无？你人无法度投入嘛。较早杨丽花迄嘛是安尼啊，会当去杨丽花遐表演，都是福禄节啊。伊较早伫阿乐啊遐，杨小姐杨小姐，阮拢叫阿乐啊，阮拢阿乐姐安尼。伊差我一岁嘛，我拢咧拍电影的。福禄节啊，拢伫遐做反派。对，伊做歹人，反派老生就厉害。对，伊做音响的有够音天奸诈你无人甲伊比会到。伊做奸诈人一看这个是歹人，因落来台口确实人嘛拄着你这拢歹的。人其实人台口是温柔上济，伊研究就是讲，他要做奸诈的人，做甲互人。嫌甲安尼，气甲安尼。我觉得真正是即个做歹人，确实歹甲会出脚，尤其比如伫杨丽花遐做宣电视歌戏，迄个时阵真济
就甲舞台顶歌戏无共款啦嘛吼，有真侪咱人面的特色，你迄个个性吼，你迄个性地你一定要表现伫咧这内底，伫咧镜头头前就干你红仔头遮大一粒伫遐，所以伊即方面确实做厉害。听讲伊伫咧外台嘛，真正足厉害啦，伫真侪，尤其咱讲做话戏嘛吼，即拍要唱啥呢？一讲随都发得落安尼。所以讲我会去台视。就是伊甲我，伊甲你看过，甲我讲，我都拍电影好是安尼，是安尼要，因为电影较侪钱，你入去电视一算起的，迄比例不对。我讲我们3个半月是45万，我们的听都基督导演45万，3个半月剪接较好势。啊，你遮一集几千块啊尔，2、3千块，你30集才偌济？毋过迄时阵，安尼嘛已经算讲真大院啊啦，只是无法度甲电影比了。对。啊，你讲像数码玉娇走去电影遐拍，头一支做教授抓棍的，拄着我，甲香港的迄个陈木村2个公家接迄支戏，头一工就讲到手拢乌青结花，记站袂了。甲老母哭啊，当场哭啊！你讲卖啦，妈妈，这落钱足歹赚的，我拢乌青结花啊！你毋是像歌仔戏安尼，甲你比啊，你唱一首歌你都有钱。你听功夫咧练的，迄有诶偌粗残了。咱滚安尼啊，有练的人吼，安那啦，伊这想做甲你挂练，用骨头练你骨头。迄只内伤，骨对骨真正是着。你若毋知影哦，你要甲硬拄硬哦，是卡落拢10个9个乌青啦。所以去遐真无欢喜啦，甲后来甲去天天开心较欢喜。所以什么叫叫？听有即个笑会笑的人，表示你拢有会啊！这个台讲一下。伊转行，迄当阵是安尼，阿老啊吼。叫我倒转去，头一支戏就刘浩山嘛，刘浩山就是乌片啦嘛，就爱唐王城跳来跳去啊，变来变去啊，我就甲设计镜头啊，片头拢我甲设计，跳起来变一连一个姿势停格，然后再出力，报什么人，是，过来个一个动作变过去落地，拄要转身接本人，接伊本人红头，是转过来，哒，这边个出力，是。这拢爱设计过，这拢用电影手法剪接，是因为过去其实电视嘛，较无安尼做法，较无安尼啦，是。这即马伫 YouTube 搁看有，是。你小汉伫听，进前听个兄弟讲这故事剧，比如杨丽花即个时阵，敢有啥物互你记忆较深刻的？就讲这部分安尼较早毋捌想过有即个情形，是讲互你记较上深的无？老师有讲，伊入去杨丽花剧团的时阵，阁有甲伊考试。考试？你还阁需要人考试？伊甲你考试啊？嘿，伊考啥？考试镜头啊，演戏啊。考镜头啊，甲演戏啊。嘿，看你捌无啊？安那考？伊问你问题啊，是叫你做什么代志啊？伊甲你讲，这个镜头要安怎拍？是。这就会甲你考功夫。拄则讲到印象较深的代志，是访问老师的时阵，我无想到啊。毋过阮进前阁有访问王金英老师啊，鸟姐啊，嘿啊，因为因进前拢是电视台的同事嘛。是。王金英老师伊讲，伊看孙老师已经做遐济危险的动作，毋过观众拢以为是王金英遐厉害哦。伊讲即件代志的时阵，其实我有淡薄仔感动，因为老师伊从来拢无讲过即件代志，伊无讲伊做替身，观众会抱啊啥毋是互伊无讲过即件代志。你敢袂想讲，我想要做一个真正电影名称？迄时阵？你毋是讲毋是无红仔头啊？论真讲红仔头出来，毋要杀偌济人。较早吼拍电影吼，高强帅，就你啊，咱就 A 啊。你嘛无 A 啊？我都跟师傅共款啊，刘家人嘛是 A 啊尔。那个时候说 A 人无值钱，是帅哥。高了上值钱，迄个时阵就爱落就对啊。对，爱到偌济公分才做落，你甲我讲，因为你其实无 A 呢。算 A 啦，普通哦，拢75以上啦。175以上才会使就对啊。你看像咱台湾 AA 啊，拢做反派，迄个大反派，伊较早一个做武性关公啊，迄个嘛足清啊，迄拢来台湾趁钱，倒等于邵氏变成大牌，伊其实拢来台湾咧趁。阮较早拢拍戏，拢摕3期嘛，还袂开戏的进前，大家讨论啊、开会啊，拿第一期，现在开拍一到一半，拿第2期、第3期你全部完以后上映，看
成绩好也歹，成绩若歹，像我有剩180几，买期的哦，几啊间公司的买期的钱哦，纯咧，迄当阵拄李登辉上任，一扫黑，二扫光，第三还阁扫较清气。啊，迄当阵的电影圈的头家、老板都是黑社会啊，加减拢迄背景掉，全部拢扫掉。啊，头家扫掉，你要票要甲上摕，钱都无，所以咱都扫掉啊。是是是。啊，阮买期的到底拢无啊，足济啦。所以讲电影公司你有假付的。啊，一世人哦，如苦，我毋知讲趁的纯纯的，会使讲，若现金遐无扫掉，有领着2-3千万走袂去，2-3千万无去，一世人苦一半，20几年的中间，存的钱，敢若存着啥？存着我这囝，甲爸爸妈妈栽培小弟小妹，他们成家立业。啊，所以你讲到今嘛收起来做歌戏，收起来做歌戏，这个一心就是当初阮老爸讲的集团，伊无法度通成立的，这我甲完成。我第二就是讲，我为着我这囝儿逝世，慢慢啊甲培养起来。傅瑞会写剧本，他有舞台的经验，这人帮互你。伊嘛真有才情咧。我毋敢。我是看阮囝安尼拢一个安尼文青诶，伊迄只个文青诶，啊伊拢做伊诶代志。伊前较早做囡仔，我都无啥管呢。啊伊看着我拢会闪避。是安那？伊诶个性安尼，伊就看着老爸哦，我嘛无感觉。伊讲，阮牵手才甲我讲过，因老母才甲我讲，你莫定咧叫个面青，我哪有啊？囡仔看着拢会惊。没有啊，我嘛是一般着，毋知是。演戏过多，面相拢共款了，演歹人的哦，因为我咧演的拢全反派的啊。啊，迄个面相就感觉讲，咱若无讲话，因遐囡仔就惊，毋知着我。那你也无伫拍囡仔啊？袂啦，对啊，因咱去用拍过，拍一世人的，半世人啊，所以我了解讲拍的艰苦。啊，我阁想讲拍咧，囡仔大细受伤了，你是毋是做老爸老母的？啊去甲负责了钱嘛，所以我拢毋功夫练较好，但是我袂去摸着囡仔，牵手嘛袂去摸着。我感觉你人生大概会使讲是甘蔗水目客啦，吼，当然有几目仔较硬，但是总是愈食愈甜嘛。毕竟你已经有一个当初是嘛，算讲是阿爸的心愿，一心戏剧团呢，一心其实做到打嘛，真有家己的名声吼，毋管是上小生，还是讲因为你的斗相共有你这个。囡仔嘛，拢真有才情，真将才，所以目前嘛做过真侪真出名的戏，成果嘛拢真好。其实一个戏班，咱讲整班了，一直要经营啊嘛，真侪需要戏商，或者是讲是需要新的人一直入来嘛。你无可能永远拢迄阵人，大家拢伫培养新的囡仔，对无？无论是外口一摆的艺生，还是家己个下一代，有的人2代3代安尼一直伫教育嘛，你拄着新的人想要学戏的人，你敢会想要互因什么款的建议？较少年的囡仔吼，伊可能当要发展尔，拄开始要学戏，你敢会互因什么款的建议？因为我的观念物件毋是家己好就好啊，因为人有一寡外面的囡仔有兴趣，所以阮做经过的前辈的人，一定爱甲推广，有机会一定爱甲杀出去，甲杀出去呢？或者囡仔有一个进店的心理，伊才有一个愿望。这文化物件爱传承，袂用讲咱家己会家己好，别人会生啥无。啊，功夫毋免惊人练，因为即款物件文化物件，你要练起来是伊的特色，毋免惊讲我好练去，你好练去，你搁练别项啊。我的思想是安尼啊，安尼的物件才会进店。啊，我咧做着讲电影的画面，甲较早。会搬歌戏，会搬法，甲即马会搬法，因为即马观众确实有眼福。咱咧做诶剧场，要安插一寡电影物件，迄个背景啊，甲迄个灯光，我讲所以即马歌戏电都较歹做。
其实咱今日时间到这嘛，特别差不多啊。不过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吼，我一直伫想讲，我要来问这个问题无？我互你的资料啊，当我你无看风讲啦，但是我提供的资料内底其实无这个问题。不过我思考一下，我感觉我是想要甲你来讨论一下这个物件吼。我当讲一句话，讲甘蔗随目客。我感觉你当是伫咧真这个上甘蔗要上甜的这个所在啦吼，真侪物件成果拢出来，内底其实包含一心的存在。拄则嘛讲着讲，这是阿爸一个心愿。就我所知，阿爸其实伫咧在生的时阵是有，在世的时阵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有家己一个班，那一心嘛出来啊。其实另外一个心愿是甲伊的姓改转来，对无？拄则有讲着讲，阿爸其实伫中国迄边过来的时阵是，伊这毋是伊的本姓，姓孙毋是伊的本姓，是因为人兄弟啊啥甲人做伙过来，安尼较方便嘛。对。到目前为止，你敢有即个想法讲？连这我嘛要改，是讲都已经既然关系啊嘛 OK。本来我超工等于故乡去因遐户政事务所请遐资料，佮验迄个啥物血验拢成功啊嘛，人迄边嘛准，讲阮会使改。是，我等下台湾，咱台湾讲。我都无资料，你就是甲生孙的过来，你也毋是甲姓赵，所以你无这资料，我无法度通改。即摆就是讲，我都要改姓赵，你就甲写姓赵落去啊。政府讲袂使。目前的法律内底，伊找无一条会使符合这个要求的方法就对啊。对。所以你其实一直有伫做这件代志，阿爸的心愿你拢一直记伫心内就对。我拢照做啊，我拢记到100%做。阿爸免摕锤啊，你嘛是我老爸摕锤啊，摕扫帚机嘛，摕金条焊嘛，我连物件我阁讲一个笑话互你听。那少年是较热的，少年的病啥物话拢宁可不倒的，病的就是爱无声。即摆遮囡仔咧病的毋是啊，伊足大声。阮较早是讲愈无声愈好，是安尼，即马是愈大声，惊人无听到安尼。嘿啊，较早阮下下老师抑阁无放手啊，都是要互你感觉迄个轻度啊，甲迄个速度拢爱共款。伊即马咧，就是讲啊，你变互我看，啊变了袂使，啊你这较出力的啦，你这，阮较早毋是安尼。一手老师就甲你按甲好势好势，实在会变啊，会过啊，抑阁无放手。伊今年啊，迄个方式变掉，你3工无练，马上变形。3日无溜就爬上树啦。对，就是这句话。3日无练就爬上天啦。是。好来，咱最后的这个时间收缩伫一个相对较轻松的气氛内底吼，因为本地其实你讲到改姓，这个恢复原本的姓啦吼，这个小可遗憾的代志。因为咱嘛毋知影讲目前台湾的相关的法律有未来有法度去做调整无吼？因为总是我知影讲这是一个阿爸心愿，尤其是你一直一步一步伫想要达成阿爸的愿望嘛吼，所以目前咱也是称呼孙老师这毋知有机会无？但是我感觉总是有心，凡世未来总有一天吼。因为既然你这件代志一直有记伫咧心内，只是讲后壁你补一个轻松古锥的故事，互气氛较轻松一寡。好啦，今日真个感谢两位来做伙来开讲吼，嘛毋知讲听友大家对这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集听了是有介意，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写到下个了参与分享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天，使看到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要还较侪支持，欢迎你点下相同的视频区赞助连结网链啊，做我的天兵天将。那安尼，咱今日就要到这咯，甲大家拜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家父甜苗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Arthur阿川、王淑贤、川正、瑞基、基林乐、伊文、尤里、阿文、阿莹、永川、阿里高瓦。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营汤华新、甲买斗助阵、挂金添门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的支持，互阮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踏步。